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坏消息。坏消息，军烈因为临时调配原因，暂时不发车了。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，装备车不能在外边过夜，所以咱们旅派了几辆工程车，把车给拉回来了。回来了？啊，真的。 回来了，好了，抓紧时间带回吧。晚上洗漱啊，早点休息。带回吧。加油，冲！跑步，走！看来他是不想走啊。哼，肯定的呀。要不要我把车给你拉回代机库，再帮你拍一套？拍到什么？拍一套照片呗，还能拍到煎饼果子？哎呀，队长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抓紧时间准备着。好嘞，走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没事，老班长，都是些小事，你们管了。哎，这车晚上停在这儿，有岗哨吗？有啊，谁站岗？当然是你呗。哇，谢谢连长。哎，你瞅着这人啊，一辈子就想跟这车过，媳妇儿都不要了。干嘛呀你们？班长，今天是11月8号，是你最心爱的321的生日，你记得吗？废话。连长说了，平时呢都是我们在使唤发射车，今天啊，我们也给发射车过一个生日。刚好今天呢，是你的最心爱的321 10岁的生日，我们一块儿祝他生日快乐。 本来呢，我们不能喝酒，所以没法庆祝。但是我从炊事班班长那儿要了一瓶空瓶的红酒瓶子，你猜里边装的是什么？是吗？正宗的85年的柴油。班长，赶紧给你的心肝宝贝满上吧。好。85年的柴油。 谢谢大家啊！老朋友，
说你多留这一天，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呀？85年的柴油啊，也不知道他们哪儿找的，劲儿大味儿足，一会儿都给你灌到油箱里。明天好好走。你答应，祝你生日预备唱。师傅，许个愿吧。是吧？接个电话。谁啊？接就完了呗。这过生日搞得跟给我过生日似的。哎，永成啊，是我，班长。别不说话，跟班长聊聊。你要是不说，那我说，因为这个秘密不能再憋着了，要不你过不去，班长更过不去。那次实弹发射，因为5厘米的偏差和我的错误相比，微不足道。是班长当时太紧张了，太想打好这枚弹了，以至于校对的坐标参数出现了偏差，所以那次失败是班长的责任。谢谢这帮战友吧，没有他们，我今天打不了这个电话。就是班长再想你，再想大家伙，班长也没这个勇气。班长，我真的想你啊，班长。过去了，都过去了，不要再背着这个包袱了，好吗？我真的想给你打电话呀，班长。我答应你，在部队干满30年。可是321要退役了，我也要退役了。我今天正给他过生日，想不到啊，全连的人给321过生日，喝的是85年的柴油。
谢。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没见过你打篮球。行啊，比比，来5个，来。还是4比4啊？这球进了，可就5比4了。那还是4比4。不算了，让我就随便一投。聊聊。聊了。今天怎么了？心情很特别啊。没什么。我觉得你有心事。我有心事。叫什么来着？啊，那个叫梁诺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上次你从青岛回来，就一直在看手机，而且每次看完手机都很失落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为什么突然说这些？不太像是你的风格。我什么风格？高傲、冷漠、不近人情，还是自以为是？这都是你说的啊。我有时觉得，这些风扇就像那些老兵一样，不停地转啊转，不断地把新鲜的空气抽进来，自己却忍受着潮湿和憋闷，日复一日，永不停歇。可是他们转着转着，就衰老了。你还记得那些旧装备退役的时候？你看老王班长，平时那么样的一个人，哭起来像个孩子。当时就在想，这一个人能不能这些装备有这么深的情感？何况是兄弟呢？
小朱，这下。 谢谢我。咸鱼很好吃。啊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为什么突然说这些啊？老兵了。 对，老兵，能重新认识你了。黄老师，您好。突然收到您的来信，我很惊讶。 能够联系到我，想必您也费了一番周折。正如您所期盼的那样，我们都希望欧阳俊这个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，但他从小就很倔强，要强得很。当兵对他来说，也一定是无奈的选择。这些年来， 我跟他联系了很多次，希望他跟我到国外来读书，但都没有回音。他肯定是怨我当年不辞而别。但那段不幸的婚姻，我真的别无选择。再次感谢您，感谢火箭军的领导对他的关心和爱护。 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当面和他解释清楚，更要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。我想，再大的隔阂，也都是暂时的，因为他永远是我的孩子，谁都无法割舍亲情。我最后还是决定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去。我自己从来都没想过会迈出这么艰难的一步。 可能这就是咱们这一行的痛苦吧。医不自医，道理都懂，可就是无法说服自己。谢谢你们，我走出来了，有你们陪着，真好。 该我了。我叫黄文，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准确来说，是我的导师让我来这里的。我的故事很简单，我和我的父亲。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。当然，我们没有任何矛盾，我们也没有吵架。准确来说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。当然，我很爱他，真的，我很爱他。我希望我能永远陪在他身边。 谢谢。
我调岗了。调岗？去基地。去基地？总院的条件虽然好，但我还是想让自己更多的锻炼。你也应该知道，火箭军都在大山荒漠里，来一次总院，那要到很严重的程度了。火箭军领导号召专家下基层，服务到一线，解决战士们的心理问题。我是第一个报名的。那是借调还是？不是借调。啊。爸，我加入的火箭军是您的意愿，我今天做这个决定，你应该为我高兴啊。我给您倒了点热水。烫。那我去收拾一下。文文，你等一下。小心。文文，爸爸知道，火箭军的导弹基地都是高度的机密，你能给爸爸指指大概在哪儿吗？咱们现在在这儿，我们的基地大概在这个位置。好远啊！爸爸支持你。赶紧上去休息啊！如果不忙，可以看看，在文章的后面可以点击留言，我会在线交流战士们的每一个问题，更欢迎你。欧阳俊，请允许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你的母亲。这些年来，她一直都在联系你，无尽的自责和亏欠始终困扰着她，请给她一个机会好吗？因为天底下没有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，她当初的决定也是被迫的选择。我相信，你们之间也许就是一个问候，或者说一个会心的微笑，所有的隔阂都会烟消云散。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就是海阔天空。请一定要相信我，好吗？黄老师，您好，来信收到。我在国外，
信件都由亲戚转寄，再加上不太会使用互联网，所以每次回复都很慢，真的很抱歉。感谢您把欧阳俊新的联系方式给了我，而且他已经给我回信了。如您所愿，我们聊了很多，聊得很好。他说他从来都没有怨恨过我，只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曾经的那段岁月。他还说期盼着能和我相见，他很想我。再一次谢谢您，感恩能够遇见您。我已经联系了我的母亲，她很好，谢谢你。如果你联系了他，证明你迈出了很大的一步，祝贺你。对每个人露出微笑，你会收获的更多，可以试试。全都是我们，都是。班长好，你好。好点，好点。哎呦，好了好了。连长好帅！哎，干嘛呢？打球有病啊你！现在你没事了啊！好了啊！发言发言！来，发开始来，连长加油！孩子们，上课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就便宜点，我又不是第一次买了。再说了，这些东西除了我，谁还能要？不是，真不能便宜啊，亲。你说我这么远的路过来啊，我这车不得加油啊，是吧？你这都是国产的面膜，你卖的都是进口价，国货当自强啊！啊，是吧？国货不比进口差啊！你作为一个革命军人，是不是你也带头用国货呀？我没说我不用啊，但是你这面膜你太贵了，照这个价用下去，我很快我就用不起了。我要不是因为这我收不到快递，我都不从你这买，人家网上那都是包邮的。我也包邮呀，亲，我何止包邮啊，我包预订、包采购、包配送一条龙。你快点，7块钱一片，50片我全要了。9块，少了不卖。你这人咋这么轴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我们连长来了，看到这些东西，你这买卖就黄了，知道吧？真心想要是吧？行，好，那这样，那你看啊，这盒50片，那我算你8块一片，行吧？5、8、400，你等着啊。
来，再送你俩面包。这面包不多少钱啊？8块，够意思吧？8块，2、8、16，400减16等于384，那384除以50等于7块6毛8，50片，便宜了。等会儿，7块6毛8，我不是卖你8块吗？我怎么还赔钱了？你这进价不得算成本，成本不得算钱啊？不，买是买，送是送，一码归一码。你要不是这保质期快到了，我能给你，没，哎，500，喂，8块400，全要了，过来，400，回来，行，400啊。哎，好嘞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合同愉快啊！哎，有事随时给我发微信啊。保质期在哪儿啊？没事儿，还有1天才过期呢，还能吃，死不了。那你咋不吃呢？我吃不起哦。呢？给我啦？哎，行，午饭有了，那我走了啊，发微信。连长，挺隐蔽啊。吃面包。我抽你一箱面包，下来。去哪儿啊？行，这检讨呢写的还算挺深刻的。其实啊，你作为咱们连里为数不多的女兵啊，买一些女孩子喜欢的东西，必要的物品是吧？情有可原。但是不能忘了咱们部队的保密纪律。你看，你隔着栏杆跟外人买东西，那你知道他车里面有没有监听的设备？那这个人的底细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你都不清楚，是吧？以后都要注意。吕连长，黄文同志，您来了。啊，正好，严一兵，黄文同志呢要在咱们连住几天，跟你住一个屋，你把那下铺呢好好的收拾出来，好吧？是，连长再见，黄文老师再见，辛苦了。连长，您这是要抢我饭碗呢？啊，这个战士啊，就看这些杂书，我呢就给没收了。看书不是好事儿吗？您没收人家干嘛呀？你看这书吧，他看完之后，他分析我、琢磨我、研究我。那你一个战士老分析连长，这多可怕的事儿！您是不是也觉得，其实心理学还挺有用的？还真别说，我看了啊，倒是挺那个，挺没啥用的。啊，我看了，我感觉他就跟这个，算命的呀，手相啊，什么阴宅阳宅风水啊，跟那星座差不多，都这个东西。那您要这么说，那我不是白来了？哎呦，哪能让您白来啊！基地副司令员亲自打的电话给旅长，旅长反复叮咛我说：“您来了，一定要全力以赴配合好您的工作。放心啊，一定全力以赴配合。”那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看，来，我给你拿椅子，您说，喝水啊。我的抽样数据跟踪呢，一直都在持续着。夏卓、欧阳俊这批大学生战士已经入伍1年了，但是我觉得呀，其实第2年更加关键，因为他们要面临更多的转折，比如提干、考学、转士官、退伍，这些重要的情绪波动，我都要收集。是，一个战士的心理因素哈，确实是比较重要。可是你搜集这些数据是干什么用的？这个我就有点不明白。比如说，咱们成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，
这个数据库由战士们的成长数据构成。如果这个数据库可以完善下去，成为一个庞大的评测平台，那么以后再有新兵入伍，咱们基本上可以根据大数据看出这个新兵未来的发展趋势，以及他能够走多远。这个吧，我这有点不太苟同了。怎么说？一个士兵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确实都很重要，但是呢，它这里面有一个变量，这个变量你是测不到的。变量？对，一个人的情感。这么说吧，假如一个人在面对一个特别重大的事情上的时候，他不是靠那几秒钟的心理分析出来的，他做的这个决定，他是根据这一个人的性格，还有当时他的情感做出的这个决定。就是心理数据和一个人的情感，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来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好吧？你看我这个人，我为什么考军校？特别简单，其实就是因为我家里啊，当时没什么钱，哎，这考上军校了之后呢，公吃公住，还给穿衣服发内裤，甚至呢还包分配啊，铁饭碗。于是呢，我这毕业了，毕业分配之后呢，就分配到咱们2期0旅了。可是当时的我说，在部队到底干多久，干到什么时候，喜不喜欢，完全没有概念。我最开始来那几年，脾气又不好，偶尔呢还打了几次架，仗着自己军事素质高，业务能力强恃才傲物。我童年兵都跟我说吕征这个人啊，最多干到正连就走人。可是你看现在，2杠1副营职的干部了，我不但不想离开部队，甚至我还热爱了部队。就因为当时我遇到了我的连长，和我现在的旅长，还有我身边这些兵、这些战友、这些兄弟们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我遇不上他们，可能我早就离开部队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一个人的心理数据我们可以采集，一群人的心理数据我们也可以分析，可是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替的这种关系的变化。与其你让我相信一个冷冰冰的心理数据，我可能更相信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。我听明白了，其实您根本就不相信心理学，你买这些心理学的书籍，只是为了学习它，然后批判它。其实您从内心不接受心理学。没有，我呀没想着不接受，也没想着说批判它。怎么跟你说呢？这样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说一个新兵分到了连队里，是按照你说的啊。当今社会上，咱们都用数据参数来看它。那假如这个新兵到了连队，我们也靠这些心理数据来看它，可能你就给这个新兵定型了，甚至靠这些数据就能分析出这个兵未来的走向。那假如一个连队的主官也看这些数据和参数，不看这个人，那你就是用有色的眼镜来看这个兵。黄花同志，我觉得生活中很多事情不是1+1就等于2的。不对，吕连长，我觉得您是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说的这个数据是人和……你看啊，我呢在部队这么多年了，我迷茫过，惶恐过，暴躁过，可是是什么让我坚持的留在了部队？是我身边的这些战友，是部队给我的教育，还有部队铁一样的纪律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这样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呢既然来了，你放心，上级领导派给我的任务，我一定坚决的执行，一定全力以赴配合你。没事啊，吕连长，我们现在不急着说服对方，反正时间还长，我们用事实说话。好啊，行。报告，接。什么事啊？连长，我听说黄医生过来了，我想跟他见个面。行，正好帮着拿着行李，把黄医生送到卫生队宿舍去啊。是。
是你老瞅着我干什么？你跟这给我瞅毛了都。是不是你偷吃？我偷吃？王班长，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啊，我现在连偷看我都不敢。为啥？我怕再给看丢了呀。来的时候4只，啊，丢了1只，严一兵喂死1只，啊，仅存的2只，我拿它们当大熊猫一样喂养呀，谁知道就剩下1只了。那你说，这栏杆是好的，鹅没了1只，难道是？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，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，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，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墩，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